这边，过来一点，回来。哦，这可以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博士阿弟，你们看，这是我朋友寄给我的照片呢。哦，向日葵花田呢。对呀，我是在想说哈，这个向日葵可以种在室内吗？它的名字既然叫做向日葵，表示它需要日晒，当然就比较适合户外嘛。啊，好可惜哦！我很羡慕我的朋友哎，他家门前就是一大片的向日葵园呢。哦，那一定很漂亮。那你有没有问他几黑多奈 V 啊？几黑多奈 V？ 没错，几黑多奈 V， 黑就是居住、常住的意思，奈 V 就是哪里。几黑多奈 V 就是问说他住在哪里。一起练习一遍哦，几黑多奈 V。几黑多奈 V， 都好。我朋友住在泰国，这就是他家前面的风景哦。哇，那他一定每天心情都很好，一开门啊就看到一大片的向日葵花田呢。博士，我问你哦，向日葵，那所以它真的就是一直这样向着太阳吗？哦，问得好，向日葵啊，真的都是一直向着太阳。向东转，向东转，转向那大太阳。向西转，向西转，有微笑的脸庞。你们很奇怪，干嘛一直看我啦？难道是因为我太帅？哈哈，错。也不是，那就是因为想要我的签名。当然也不是了。啊，那到底是为什么？嘿嘿，那是因为我们很怕背后会晒到太阳。真的吗？所以这样你们懂了吧？在向日葵的背后啊，其实有个地方啊不喜欢晒太阳，所以当太阳光从那边来的时候啊，它就会偷偷的转过去，变成向日葵花对着太阳。原来如此。啊，对了，你们看我头发有没有乱掉啦？没有啊，怎么啦？没有就好。哎呀，时间快来不及了，好，赶快出发，跟朋友约好啊。朋友等等，几黑多奈 V？ 跟你说，你也不会懂啦。我觉得怪怪的。你今天怎么特别在意你的头发，博士？你要去约会哦？对，一定是，还神神秘秘带着花。你要找谁？他喜欢向日葵啊。给黑豆奈 V。你们不知道啦，普通朋友。你不讲，那就带这个去。他喜欢向日葵啊，就给你啊。你都不讲，给黑豆奈 V。